这当啊村咱汉阳集团呢，我哋塑胶人用这种现代艺术。伫江中东西，伫无顶走跳。大北港18条团体。一个手势，一句戏文。啊，讲有讲啊，这咖喱鱼无论如何一直在传的啦。一声歌调，一段青春。阮这代爱伫传统戏曲生活吼，确实讲真困难。戏出哪人生，人生哪戏出。公司台语台，每礼拜四暗时10点，请准时收看《搬去人生》。一听到你的搭档主持是乱弹阿翔，然后不是阿翔的时候，惊悚。号角响起，头毛无要等啊！号角乱响起。哦，今日有恁拢主持的，我这两是谁来？继续，继续。那一个主持吼，啊，我就是跟那小白兔来的。你小白兔你先喊嘛？愈来愈有默契啊！你看，我若要跟你击掌，你先卖恭维，爱先击掌。阮的搭档就是讲，我们不怕冷场。安尼啊，这粒怎？这粒吧。我们是有设计过，可是会有突发的状况。你知今仔有这个荣幸来请陈明章老师帮我伴奏。你叫大师来伴奏，我是真可爱用惊输。怪怪的，表情卖哈变态。你好啊讲，你好啊讲，我无啦。台湾真爽，逐礼拜六暗时8点，就伫咧公司台语台。公司的正式声明，公共电视到目前为止，拢无对民众做任何的意见调查。若是你收到奇怪的 email， 亲像甲你询问你的意见，也是某某人阮需要你的表态，若这款的批信绝对毋是阮公共电视，拜托你拢莫插伊，直接就甲抬掉。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8月7日父亲节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今日透早5点28分，宜兰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气象局表示讲，一礼拜内无定阁有超过规模6的地震对咧来。你起码风台已经加强咗强烈的风台，气象局估计讲，沿岸到明仔载这旁影响咱台湾上界严重。摩洛哥风台升长10冬，蔡英文总统出席屏东县的纪念活动，嘛提醒大家要注意风台甲地震加做伙，损伤会加强。今日透早5点28分，宜兰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0的地震，全台湾拢摇甲会知，拄啊干那恒春遐较无准闻着尔。气象局表示讲，这阵地震是海面内底欧亚大陆甲菲律宾海这两块地壳相连接的所在，设伫中迄旁内底南宜兰破碎地带来震动所引起。估计起来能量透放还袂煞，一礼拜内无排除讲，阁有超过规模6以上的地震会对咧来。
一阵天摇地动，太阳突然落落来，过路人惊甲随翻头。坐伫大楼另外一边的外籍旅客，原本是坐伫涂骹抬杠，差一点啊被落落的太阳光着伤，赶紧闪开。透早5点28分，宜兰外海发生规模6地动，宜兰的震度6级，花莲和平4级，湘北也有4级。除了屏东恒春之外，全台拢有感觉。这件地动是位于海底的南宜兰破碎带错动地区，这个区域在1920年捌发生过规模8的大地动。1920年，甚至在附近地区，还有在这个今天这正央附近地区，还有许多规模超过6.5甚至7.0以上的地震发生了哈，就是所谓的南宜兰构造。在今天这个地震，我们认为说，对于这个地区所累积的这个能量，它的释放是有所帮助的。这件地震发生了后，伫7点02分，宜兰左右阁发生一件规模4.6的地震。宜兰台北拢有感受到3级的震度。气象局不排除发生伫所有的这件地震，是因为透早5点28分宜兰外海地震所引起的。也毋过属于2件独立的地震，并不是余震。气象局估计伫1礼拜内也阁会发生规模6以上的余震的可能。那我们大概后续多久以内要留意比较大规模的余震？一般来看我们至少要有1周的时间来密切的监测。气象局表示，台湾一年发生规模6以上地震大约有2至3摆。透早宜兰外海规模6的地震是今年的第2件，无论发生地点甲发生的规模，拢属于正常能量的释放。下半年犹原有发生规模6以上地震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宜兰离地动的中心点上界近，摇上大，还佫摇上久。加在讲，敢若有寡所在失电，佫有山路因为石头淋落来，顶甲行袂过，无地数甲真大的损伤。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早起6点就有飞机咧巡，勘早确定讲无足严重的灾情。收音机扛棒咧下玻璃杆的物件被摇到落去涂骹破去，规模6的地动来啊！离正阳上界近的宜兰上有感觉。有很大，继续有在动啊。有塔震度有6级，宜兰市南湖、苏湖、东山嘛有5级，宜兰摇上大，时间嘛上界长。地动测报中心资料显示，2级以上人体会当感受摇甲下时间有76秒。不要再往上了。山区松软的土石嘛，因为咧下放落来。大溪乡跑马古道5方入去，行路5分钟的所在有石头落落来，边仔阁有被压甲变形阿鲁米的水塔。大高线苏花界115公里的所在，嘛有石头落落来，影响交通。这回地动听讲是6级。嘿啊，真大吼。真大。好，那我们就回去了。南洋女中学生透早去学校，入去教室嘛发现，要我走廊的天帮放落来，线嘛走出来，倒啊搁互落落来的电风降甲起一角。天花板有掉落的情形我们先稍微把区隔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让同学可以一样维持继续上课。地动嘛造成总为770户停电。宜兰县长林志苗讲，第一个时间惊醒，马上甲消防局联络，灾害应变中心提升为1级开设。6点23分的时候全部的这个修复我们也感谢我们的院长在第一时间6点多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而且我有看到空中的直升机也在盘旋空勤总队6点14分为花莲机场起飞，沿苏花公路南湖、南洋边缘来进行勘灾，确定无明显的灾情。7点47分转去，地动了后几点钟，南山的灾情拢无啊，宜兰县的运作无受真大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早起这阵地动，台铁甲高铁拢有车帮暂时拖慢的情形。另外，伫咧台北市甲新北市，期间拢有假使楼啦、大楼的秀面太阳落落来才会消失，所以加载无人去讲着伤。行政院长苏贞昌一透早就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定电，伊嘛讲风台未去，地动过来，各县市都要提高警觉，较有影。因受地震因素影响。8点17分往北湖区间车大约晚6分。
在广播声当中传出列车前的消息，因为车牌透早5点外发生类似规模6点空的地震，差不多全台湾拢有感觉。各交通单位唔敢给复航，小连续启动 SOP 停止驾驶、巡检，确认大众运输的安全。新竹方向开来北上的一个列车，大约会晚20到30分钟。从宜兰到南澳方向开过来的部分列车，那最多大约晚40分钟。那在8点以后就会正常行驶。代替巡查路线甲电车线设备了后，恢复正常通车。高铁台北捷运、桃园捷运经过检查嘛恢复正常，啊，毋过伫湘北地区嘛是有传出一寡状况。消防人员救防搜线继续夜水戒备，台北人港两体园区附近因为驾驶漏泄，透早6点外现场的驾驶味就真重。早上测得的最初的数值是30%，它已经在这个爆炸的一个上下限的一个范围，浓度算蛮高的，所以我们就立即的架设了水线。高速公司嘛，随派人来斗3工，找到外漏的所在，预计下晡的修理完成。地震影响嘛，造成中正区东山街这栋空厝砖仔壁倒去，甲一半车道占掉咧。啊，搁有伫济南路2段，毛店头壁外口的泰路落落去涂骹，好佳在无任何人受伤。好像921地震那时候也是这么严重哦，顺便巡视我们里面看有没有灾情。我们一看到我们就马上通报。真侪台北的民众表示，除了921以外，就毋捌拄过遮尔严重的地震，早起就防惊甲精神。就连新北市警察局的保安大队勤务大楼，嘛传出楼尾顶顶落的热水管刷位的灾情，互水拄高楼流到4楼，部分楼层的壁嘛闭起。这届大地震，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内政部长徐国勇早起嘛紧急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台风预防的这个期间，又刚刚碰到新的地震来袭。那这是在过去很少见的情况。那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灾情传出，就算有极小部分的停电户数，也已经修复。苏贞昌指出，丰台北内也佫拄到地震，是真罕你看到的状况。为着避免个人惊吓，会当利用各种通讯管道来通知。虽然目前无真严重的灾情，啊，毋过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注意，爱互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一项真不幸，就是讲新北市中和区新生街这一个啊，今年65岁，拍算是早起地震去互房间仔内烫死，3度地着。消防人员赶到位的时，已经蒙无面骨啊，虽然有紧急送去病院，嘛是救无转来。警方伫门口口救黄色的封锁线，监视人员入去采集相关的事情。透早5点28分，宜兰外海发生规模6点空的地震。新北市中和区新生街接近徛街，有一位65岁姓卢的负责人，敢若互房间内面的铁架的3度地着，家属发现了后，紧急将伊送病院急救。一人困一间，啊无缘某叫，无缘某问讲有安怎无？结果毋知伊搁去困，朋友来弄门伊才知影。去开门话就发生这款代志啊！消防局表示，早起7点39分接到通报，赶去现场的时阵，家属已经将负责人头壳顶的衫巾和衫裤拢刷开。迄当阵负责人已经无生命现象，救护人员将伊紧急送病院插管住中心车，嘛是救袂回来。家属表示啊，疑似是有被压伤啊，不确定是发生的原因啊，从外表来看，只有右脸有2条的压痕而已，那其他身体是没有明显外伤。他来的时候四肢其实已经有点僵硬了，所以根据经验提，他应该是往生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若是衫架为怎样会倒去？这个负责人是不是因为地着怎造成死亡？详细原因会由检警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南区这边，高园路甲南平路口路面遐有一角扑起来，阁有淡薄仔加速味。台中市消防局指出讲，即马查起来，敢若这搭车有灾情，已经即时封锁现场，吩咐该带责任的单位赶紧来发落。消防员伫现场压水以防万一。台中市南区的高园路甲南平路口，疑似因为透早的地震，造成地面出现扑起现象，自来水一直为地面冒出来，现场还佫飘出加速味。消防局协报到场，除了封锁现场，各拨请有关单位前来处理。这个浓度不会有着火的危险？不会，这个浓度其实非常小，都还不到0.1%，因为一般还没达到我们那个燃烧的爆炸下限。高速公司人员指出，现场测到浓度是2 ppm， 暂时未有爆炸危险。
地动技术造成了路口有2处破起来，高度大约10公分，3平方公尺，面积大约40平方公尺。加速公司人员表示，有可能是地动地势加速滑石。这个其实我还不能说去做100%的确认，只是我们目前现在看到是整个水往已经喷成这样子。台中市区上大的进度来到4级，保证台中只有这一处传出灾害。消防局也提醒民众，唔通到灾害还是事件现场围观，避免影响救灾。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加强咗强烈风台，你起码气象局早起8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目前中心的地点伫咧台北东南东边的海面，向北北西来刷行。暴风圈渐渐接近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对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花莲拢会造成威胁。气象局伫咧2点40分有开记者会说明，咱做伙来关心风台上最新的动向。利奇马台风在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移动到了台北的东南东方44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北接近台湾的东北部海域当中。下午这一报新增的海上警戒区域范围，除了原本的北部、东半部海面之外，台湾海峡北部也纳入了海上警戒区的范围，所以在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至于陆上警戒区的范围，除了原本的桃园以北、宜兰、花莲之外，目前新竹也已经纳入陆上警戒区的范围。好，咱听到气象局的说明，特别针对基隆、新北、台北、宜兰、花莲这几县市，要求大家都要加强提防，尤其讲暴风圈渐渐挖进台湾东部的海面。气象局嘛估计讲，就是沿岸到明仔载这项，你起码影响咱台湾上介严重。利奇马风台来势真猛，已经对中度风台转做是强烈风台。海军的 AAV7两车登陆突击车也进驻宜兰苏澳台面救灾，因为对气象局的卫星分度会当看到伊的风台感真明显，暴风半径嘛伫我扩大。目前中心位置伫咧台北东南东方差不多5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1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移动。暴风圈豆豆接近台湾东半部海面，包括基隆、新北、台北、宜兰和花莲，拢会是头一波警戒范围。逐渐接近我们的过程当中，强度以维持或者是不排除还有稍稍增强的空间。预测的路径来讲，是以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到北部海面这样的几率是最大的。台风所处的整个大环境的导引气流是比较复杂的哈，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在接近台湾北方这段过程当中，如果导引气流有一些些微的变化，它路径可能稍微偏向台湾一点，或是偏离台湾一点，这个都还是有可能的。气象局表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日时开始，北部、东北部断断续续的落雨，愈晚雨落了愈明显。暗时到拜五是利奇马对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所以嘛针对陆警范围发布风雨预报。伫未来24点钟，北北基、桃园、新竹平地雨量上悬会当达到250至300毫米，其他地区的雨量是50至150毫米无一定。离岛地区除了南苏和离岛之外，拢是低过50毫米。北花莲、这个宜兰，一直从新竹以北到这个基隆，其实这些县市大概都会被暴风圈所笼盖住。雨势来说的话，还是以礼拜5是最多的，大概集中在2天下完。那南部来说的话，大概会有明显的西南的环流，从礼拜5的下半天一直下到礼拜天。气象局预估，风台有可能伫拜六渐渐离开台湾，但是风台南边的水汽真济，台湾中南部嘛是有落大雨，也是大水雨发生的几率，民众千万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今来讲，花莲甲台东是第一条要警戒甲提防的范围。东部外海风影是哪来哪灭？气象局伫台东县南势的外海已经测到黑影拍到3公尺悬，嘛提醒民众唔通挖进海岸边，顾安全上要紧。早起东部地区的天气真好，不过风力开始增强，花莲海边陆续出现阵阵大影。因为利奇马陆上风台警报发布，花莲县特伫警戒范围。官府公告禁止民众靠近海岸，海巡队已经伫岸边举起封锁线，无要让民众接近。如果经劝离不听之民众，我们将以灾害防救法处5万元以上及25万元以下罚款。台东外海风影也渐渐增强，气象局伫南势外海已经观测到3公尺的影悬。台东富公渔港海底，佫是引起阵阵的海影。
受到利奇马风台影响，8号到10号，台东往返绿岛甲南势的客轮停开，渔船也无法度出海掠鱼。台东区域花渔区暂时休憩，渔港周边的小吃店遍地冷清。渔船没办法出去，那还有绿岛往返绿岛的那个船班都停开，那所以游客一定会比较少。利奇马风台下昼会更加接近台湾，花东两岸的风力也会增强，呼吁民众千万唔通靠近海边，以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透早，分林道农民赶紧去园林收一寡菜，总是望讲收的加减收挂，唔通拢互风台请扯去。西螺果菜市场遮菜价报32块，1公斤平均菜起2块尔，也算真平。刷落来菜价就要看遮的产地是毋是互风台算断着。一个早好天气，有的农民无闲抢收蔬菜。农民表示，这限制药拢是示范性质，现在要趁着雨势还未来进前，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啊无风台一到，大风大雨恐惊将菜药刮破，到时蔬菜拢无度收成。都水若淹去都卖收安尼尔啦。若无淹去，就是咱的福气，咱的收安尼啦。阮这拢靠天食饭的啦。西螺果菜市场表示，顶一阵连续落雨，蔬菜供应量有减少，加上即届强台利奇马来袭，产地菜农赶紧抢收，要减少损失。少西螺果菜市场总成交量达到815吨，比前一天搁较侪60吨，但平均每公斤的菜价起2块，现在每公斤大约32块。大宗蔬菜啊，就是山上高丽菜哈，微幅上涨2块半，刀心白菜也是一样。那叶菜类也差不多都是微幅上涨2块半左右。西螺果菜市场表示，受到风台以及心理的影响，这几日市场蔬菜交易总量有增加，价钱嘛小可来起价，不过目前整体菜价阁算稳定。后续菜价阁需要观察利奇马的风台对蔬菜产地所带来影响才知影。记者为您报道。咱搁沿路刷来看台南的归仁，遮真济，遮农民伫咧种雪茄，雪茄即马大出，产量稳定，尤其价效阁好。大家嘛烦恼讲风台一个来，惊会拢将遮雪茄收去，所以真济农民赶紧咧挽已经9分的雪茄，咱来甲看卖。这个雪茄树，逐丛雪茄拢生甲真高，这是台南归仁的雪茄园，今年产量稳定，价小也维持水准。农民烦恼这几天连续2个风台可能会影响台湾，若是风台伤大，满满雪茄会有风台扫了了。农民透暝赶伫咧风台内进前来采收，望会使互损失降低。当然，就是甲伊固定，也是会当紧采收，咱着紧甲伊采收起安尼，较袂降低上低损害安尼。比起台东的改良品种，归仁种的算较是传统口味的雪茄。台湾有真侪消费者介意这个口味。种雪茄已经是第3代的农民表示，今年产量好，销路嘛好，伊拢帮消费者寄到台湾、南北各地。到阮已经第3代，已经一甲子以上啦。雪茄伊的口感是真绵密，冰起搁较好食呢。归仁雪茄一年会使收2遍到3遍，目前也阁无像台东的雪茄遐尔出名，也毋过嘛渐渐拍开市场。农民甲农会拍拼推销，望望搁较侪民众会当食到归仁雪茄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咱等来讲早起的地动，台北市平均菜约甲4级。高文特市长讲有海精神，毋过无像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透早就入去灾害应变中心坐镇。高文特是讲，伊有使用手机指示应变。另外，关系利奇马风台渐渐逼近，明仔载敢会晓风台假？台北市政府上晚永暗10点都会公布。七日透早5点28分，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0的地动，台北市震度达到4级。市长高文地嘛被摇甲精神，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早起6点就进驻灾害应变中心闭起来。高文地强调科技化，伫咧精神了后，就使用通讯软体群组进行应变作业处理。起床第一件事情是打开那个LINE，你知道，看我们的群组，我们那个市政府那紧急应变小组，还有市长室会议，那我们那个就开始用LINE群组在作业。那反正LINE群组可以作业，除非说连LINE都不通了才需要进驻
应变重要。再起地区翻新，随着强烈风台日记嘛豆豆接近台湾，国民党强调风台应变作业照 SOP 行，查到台北市是毋是会放风台假，上班伫暗时10点会公布。除了天灾应变，和哪里看做是大选对手的国民党，初7号吴敦义批评偷摕台湾民众党的党名，伊敢若忍有条无加做回应，颠倒是对民进党主席窦英台邀请伊入党，该口水转去。好了，我都没有叫他，算了，不要讲他坏话。你拿 Google 出来嘛？要 Google 白。请民进党即刻修改党章，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民进党的这就对起来，都是凊彩讲的。但是最近贵和瓜合作的民调有变价的情形，国民党强调反对看报治国，尤其是贵和瓜会面的内容更加引起关注。但是国民党有关是坚持保密。我们要思考说，你希望国家往哪个方向前进嘛？所以有时候是应该要有信心，说我们要去改变民调，而不是每天被民调牵着走。有见面没见面，这个是人家的隐私啊，我们不需要去去外面，除非人家说同意讲，不然你去外面大声嚷嚷干什么？哪里对国民党拢有意见，但是国民党白实力利用冲动要拼2020大选，瓜贵和王是毋是合作结盟，也影响大选的结果。国民党每一个动作，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看到这2天的风雨，咱嘛阁想到10年前的 Morak 风台。屏东县政府早起举办纪念活动，蔡英文总统亲身出席，伊嘛去到山内部落视察复原重建了后现时的景况。致辞的时，伊阁特别提醒讲，风台地动烧连线内，大家都要密切注意各种灾害加做伙，损伤会阁较加强。南下屏东勘查莫拉克风灾重建现状，总统蔡英文特别提醒民众要严防利奇马风台形成禁界，会知影地震造成的灾情。蔡英文除了第一时间连署发文，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嘛再度提醒要严防风台和地震带来的复合性灾情。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的这个防灾系统，其实现在做得非常的完整。第一个时间我起床，当然我们的苏院长也赶赴这个灾防中心了。那么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系统都有跟我随时汇报情况，所以电话大概3分钟以后就有电话打进来。莫拉克风灾改万10周年，屏东举办纪念活动。蔡英文致辞的时阵，回忆起10年前伊等于到故乡屏东做志工的过往，嘛讲到总统任内上重视3件代志，马上掌握清楚的风灾资料，强化风灾基础建设以及风灾救灾，爱和国际接触。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会接轨国际人道援助及灾害防救的标准。当然，除了政府要带头应用科技，加强基础建设跟国际合作之外的，我们也需要国人朋友提升防灾的意识。蔡英文面对风灾议题是真愿意回应，不过对于蔡赖会和政治的相关议题，会知伊是无愿意做出回应。记者李雪兰、陈宪坤，屏东报道。换来看，国民党这边面，党主席吴敦义早起讲，大家若要选赢，党内就唔通甲韩国瑜当作外人。若有重伤的消息，爱赶紧替伊洗清。韩国瑜台北竞选的办公室嘛见光，原来就是设伫咧党中央的11楼。另外，人换问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众人拢伫咧找无郭台铭。王院长讲，若是有心要找韩国瑜，你就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意思就是有心拍照，照正装啦。是讲伊嘛顺选闹讲，连伊家己嘛还未接到党中央招讲要整合呢。今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在1楼，也是丁守中竞选台北市长时阵的办公室，所落来变做2020韩国瑜的台北竞选办公室。韩定阳副执行长柯淑华设备来会勘，表示所落来会升级为4、5个同事，负责台北的业务需求。韩国瑜来台北的机会无大，会以高雄的市政为主。我看不懂风水啊，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就以一个在目前因为我们的人力还有财力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好，那党部给我们全力的协助。办公室所落来会继续需要去做装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佮特别伫人民册报中常会讲话内容，强调讲国民党会全力帮赞韩国瑜，袂甲韩国瑜当作外人来看。办公室嘛袂当寒酸，有负面消息爱斗3天8回。如果有人讲负面的话，要帮他澄清，帮他更正。国民党再缺钱反正布局要好一点。
即马国民党面对整合的困境，尤其是大家拢联络袂到郭台铭，嘛互真侪那亚支持者正着急。精诚守志，金石为开，所以他应该尽力努力，用最诚挚的心能够去进行联系，去进行一个彼此的来往，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王金平那就是咧讲，联络郭台铭爱用生气的心。最近过关王革命的团结一直断，面对党中央敢是已经积极来整合团结。王金平敢若回应讲，到目前为止拢无收到任何党中央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伫卡瑞宾海的邦交国圣敏圣，前无偌久，蔡总统才去访问尔，今日正式来咱遮设立大使馆。但见任副总统致辞的时阵，特别讲，今日一来是父亲节。二来也是圣敏圣总理的生日，阁是大使馆正式开幕，有影是喜上加喜。圣敏圣的总理亲身来出席，伊也强调讲，大使馆设立定着会当加强两国中间的关系。宋文生总理讲，萨府甲安部掀开，替省国伫海外第5个大使馆举牌，嘛见证两国的关系更较进一步。虽然大省两国建交38年，台湾伫省国设大使馆已经20年，毋过省国伫台湾的外交业务是委托予一个无政府公职身份的省国女交面来负责。这届设大使馆嘛是现总统蔡英文进前出访的时阵，讲萨府表示要伫台湾设大使馆的保证。今天是8月8日，父亲节。刚好也是总理阁下的生日，再加上圣国在台新设的大使馆正式揭牌，可以说是喜上加喜。I have no doubt that Peggy will assist our newly installed ambassador and our minister consular, Elroy Wilson. Both the ambassador and the minister consular a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We have chosen well, and I'm confident of their success in Taiwan. 蔡总统初次表示，希望宋文生伫9月份的联合国大会面顶，搁一届替台湾来发声。拄教育界内的第一届大使博安卓强调讲，设大使馆会当照顾来台湾读册的子弟，嘛欢迎两国对对方的信任，还有保证。Our nation is housing a home, a new home, in a space where it feels a sense of belonging. 若是伫书分案标出来2礼拜了后，去外界点名应该要负责国安会秘书长李大卫嘛出席举牌仪式，毋过面对媒体发声，拢无回应。秘书长，总统有跟您说什么吗？有任何处置的动作吗？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北市的五股山内，因为早期就较欠管理，有真侪只违章的工厂拢占公有地超过20吨。早起，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带队要去河川地边啊来拆这违章建筑。不过有的业者看到讲当咧拆，喊出来，因讲吼，我若要配合恁市政府来拆，不过拜伊才通知，今仔日就拆，3天互人抽摕尔，你要叫阮安怎款，要叫阮安怎收，实在应付袂付。外手甲违章铁档拆掉，泡面落落来，世界冒烟散布。新北市五股本寿山油行甲货柜仓库占用国有地，早起伫新北市长侯友宜带队去用中介拆掉。因为五股垃圾山长期在都市计划迟迟没有核定，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乘，就用五股垃圾山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环境去做藏污纳垢。五股本寿山伫国道1号附近，早期是农业区，落尾变做风水边缘二级管理区。民国80年，因为工业发展，违章工厂拢来遮，佮加上政府无伫管理，变做违章住了20年以上。新北市环保局指出，五股山干那地主名册就超过1000外个，占用面积超过100公顷。过去历任的一个县市首长，并不像这一次那个侯市长，他有非常强的决心跟魄力，想要来整顿这整个环境，对这些那个占用国有土地的业者进行强制的一个执法。毋过违章业者看到一生的心血拢去了了，有人当场伫遐骂吼，因为初5摆伊收到拆掉的通知，原本定伫咧下晡要甲物件搬走，毋过想袂到初8早起就去用强制执法。5号才收到通知而已呢，今天才几号？8号才3天，我去哪里找地方？你要拆拢无要紧，了啊，比赛分只要比完吼，你免拆，我家己我就拆啦。咱分只拄啊，我会阁用嘛。对，这钱要是贵拢当买的啊。对，咱无我做工仔人。
啊，结果的是你来画拆就拆，啊，拆甲伤过没有人性啦。业者真无奈表示，因嘛是对台湾经济有贡献的一群人，政府讲拆就拆，真正是伤无天良。新北市政府回应讲，占用国有地就是违法，若是真正有心要改善的业者，政府会辅导因来申请变做合法的工厂，未来会甲5股本所刷立比化，要来做大台北地区重要的公园。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台南新营，这嘛有违反环保法律的情形。台南市的环保局稽查新营一间土方的堆墾场，查着讲这内底有囤真侪只的洗车的废水，臭味臭干干。啊，毋过这间工厂是无摕到处理废水的许可的文件，违反水防治污染法第20条的规定，相关会当处分300万的罚金。现此时，台南市的环保局下令停工了。台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加入去新营一间土石堆墾场，毋但闻到臭糊糊的味，现场嘛看到流落来洗车废水，环保局人员嘛出水采样。环保局最近接到社群网站反映，台南新营地区有臭味公害事件。经过稽查人员主动巡查，锁定一间土石堆墾场。初六稽查人员入去土石场，发现因无经过稳准，就甲洗车废水流落来。初步判定有可能是因为有机性底泥造成的臭味。除了现场要求业者停止作业以外，嘛要求还未得到许可证前，袂使有类似的行为。那现场有发现好像是有机性的底泥。有臭味存在，所以要求业者停止作业，避免下雨天造成2次公害，违反水务法第20条，最高处罚新台币300万元的罚款。台南市环保局强调讲，最近3个月针对新营甲鹿龙区已经处罚空气污染防治11件，罚60万7200块。另外，照废弃物清理法罚6件，罚金3万6。而且嘛要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工厂有排放空污，也是产生臭味的情形，要通报环保局，做伙保护清气的空气。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速公路的客运，驾驶定定驶车驶伤久，讲起来对人客也是真危险。国光客运提出头一波的检讨的方案，讲有4条线路，就是台北高雄、台北台南、台北屏东、台中屏东这4条，因为着要配合劳基法，未来互驾驶。唔通讲上班遮尔久，按算讲伫咧中途的停靠站啦，较少人起落的，亲像南口啦、西螺啦，未来无要搁休，安尼要将驾驶工作的时间一天控制伫咧9点钟以内。国光客运台北往屏东的车次特别发车，台北差不多有10万位乘客要坐车，中途会停靠南口、条码和西螺顶站，驾驶一抓路倒来，若是等着塞车，来回车停都要10点钟起跳。塞车的关系了，如果很塞的话，像假日的话，几乎都是可能会超时，就以10个小时啊这样。着惊违反工时的规定，国光客运提出2阶段行车路线调整计划，拜日已经向监理单位提出头一波检讨方案，针对台北高雄、台北台南、台北屏东、台中屏东这4条路线，未来会删减中途停靠站，包括南口、西螺和林路等等。另外，第2阶段会检讨中定路线，包括台北台中、台北嘉义、台北园林、台北南投等10条路线，会伫这个月来提出检讨计划。台北屏东已经很长了，加上它有下这个林口交流道跟西螺交流道来服务，所以又增加2个交流道，上下时间又增加了40-50分钟。辗转进入林口或是辗转进入西螺，但是所搭载的人这个效益并不是大。大部分国光客运的乘客拢支持调整网班次，就成本效益来讲，唔来当符合法规，买当降低营运成本。我原本所有的班次全部都要下去，但是其实有些班次它的需求并不需要下去，下去都是载不到人的，所以说它会有申请弹性。另外，通联客运嘛提出6条长途路线调整计划，未来会采用2阶段派遣方式，包括邦桥高雄路线改做是邦桥台中、台中高雄的行驶方式。只是旅客必须要伫咧台中搬车，避免超时工作的问题。柑仔兰客运是提出台北转运站到邦桥路段不要行驶，因为尖峰时段来回台北和邦桥都要1点钟，会采用台北转运站宜兰区间车的方式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换看中华的好米，只有一片300平块的工厂。厝主讲租人也唔知影人用来创啥，结果订真侪形形色色的废弃物。厝主发觉了后真无奈，赶紧报警处理。
环保局已经到现场查证，嘛采验讲到底这废弃物对人体敢有损害。另外嘛，甲检调单位、警察机关合作，要找出讲到底这款代志，什么人来所做？拍照一下，好，改天我们再带设备来采。一拍开工厂的大门，所看到的面，互地主还有环保稽查人员拢硬去。300平的厂房，超过一半拢被填满各种的废弃物，有建筑废弃物，还有敢若是吉丁花，嘛有废有机溶剂。地主相当的无奈，当初先祖人是讲要垦建材，结果变做粪扫场。较无奈，啊，就想讲啊，过去咧做拢就真简单，免人家会不清楚。啊，即摆就已经就报警啊，甲即个环保局就已经拢有去现场。地主表示，今年2月初，一名男子透过中介，以每个月6万8千块，向伊承租伫咧河美镇中兴路2段的这个厂房，结果接纳1个月租金就失联，透过中介嘛无效，上尾直接到工厂，才发现已经变做安尼的模样。处理的人讨论了后，决定通报环保局，而且报警处理。初步清理里面有废有机溶剂跟这个事业废弃物、疑似污泥跟其他拆除后的建筑废弃物各100多吨。那后续的初步清理费用大概要上百万元以上。彰化县环保局初步估算，厂房内底废弃物上少有数百吨，应该唔是短时间内底所藏的。虽然地主嘛是受害者，唔过嘛有管理的责任。目前已经甲检警合作。调查相关线索，要找出承租人，嘛要厘清这废弃物的来源。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同款来讲，中部苗栗大兰遮石虎生态公园，照讲应当是要宣传讲，就要保护石虎这款山内动物。结果这片公园按旧年2月开始动工到当已经开8000几万，不过因路工事一直做，所以一直破坏石虎咧生态的环境，将一寡草坡啊、细树换做人工的水池啊。讲起来是工课倒兵做。早起监察院也针对水利署、苗栗县政府佮大兰镇公所提出纠正案咯。苗栗杜兰的石虎生态公园离市区有一段距离，才有石虎造型的水池、人工水泥的设施。一座开了8000多万、前瞻计划预算的公园，设置的地点却伫石虎的活动范围内底，叫生态公民团体来逼空了后，工程发动咧。上午，检察院嘛提出了就涉案。去追究水利署他在审核各项的计划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能够确实的去做到所谓的生态的检核？监委指出，水利署核实着审查委员要求盘点石虎活动的情形，审核法官有疏失。苗栗县政府无落实着生态检核。杜兰镇公所伫苗栗县政府要求检视工程内容的时阵，还佫继续咧学，一直到破坏环境了才被动的停工，拢有违失。对此，水利署来承认错误，而且承诺未来伫生态检核会优先伫工程规划设计。前瞻计划、水环境的相关的计划，我们要求地方政府应该要先做完生态调查。我们水利署不会去为了要执行预算，也不会的说为了要赶计划。而就先来核定计划。石虎生态保育团体是肯定检察院对公部门提出了纠涉案，但是建议未来就算讲是生态检核来优先，嘛需要来了解这款的水利工程是不是符合地方的需要，还有工程一定要公开透明。纠正案对他们来说是会引起他们真正好好去思考，要做公共工程的时候的出发点。就很重要。这个检察院伫苗栗杜兰石虎公园的纠涉案当中，建议未来水利署伫推动水环境的计划时阵，要放入去生态资源、保护动物重要栖地思维。苗栗县政府未来伫推动石虎保育政策，嘛建议公开来取代着公告话说，减少民众的怀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讲，便来到中原、宜兰的头城、甲屏东的恒春，拢有办唱歌。现此时，恒春镇公所已经伫咧东城徛灯歌，宣布讲活动年底就要开始。不过，恒春镇长嘛讲，今年报名来唱歌有较少队，望大家就要赶紧踊跃来参加哦。今年新历8月15，就是旧历的7月15中元节，一年一度的恒春唱歌，目照例伫咧即天要来举办。这是屏东地区重要的中原民俗活动，逐年拢吸引各路的歌手前来挑战。恒春镇公所准鼓励已经伫东城门的门埕采灯歌、树歌坪。镇长表示，唱歌的文化袂使断。我就为了讲，台湾咱这种树歌坪唱歌的文化，我希望是讲卖互断，这个是文化嘛。这个志在参加，
不在得名，志在推广我们的文化。恒春唱歌是一种特殊的普渡仪式，流传到今已经超过100年。四国边跳啊、龙马牛油，参加队伍爱靠技术，也靠团队的合作，才有法度成功夺旗。这项活动表达怀念先人、超度孤魂的意思。恒春镇长指出，今年报名队伍较少，甲较早闹热的情形无同。伊讲，若是报名队伍无够，伊就亲身报一队来唱歌。我绝对说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一定会凑足所有的，不然的话，我镇长自己来带一个队组，我自己来爬。这是咱的文化嘛。唱歌是让恒春人感觉骄傲的民俗仪式。除了唱歌，今年也有办骑马顺歌城体验。公所嘛特别制作限量的四股边顺风旗，要邀请大家做伙来到恒春，看辛苦惊险的中原唱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观众朋友，今仔日是父亲节。国情来讲几句啊，甲老爸囝中间的关系有牵连的台湾俗语，互你做参考。头一句，民间咧流传一个故事，讲草蛇拖鞍公，草蛇拖鞍爸。故事真简单，煞毋知影讲，一家三代人住做伙，阿公人辛苦病痛真艰苦，老爸看到安尼无要无紧。逐工嘛是出去花天酒地啦，啊幼囡仔，这后生无几岁，5、6岁啊尔。咧看老爸对阿公安尼讲起来是真无尽心。阿公吼已经倒伫咧面床顶咧嗨咧惨，已经用要无气啊。老爸拢无咧要紧，无咧要烦恼呢。有一天，这个5、6岁的囡仔甲老爸开嘴问讲：阿爸，阿公安尼吼，万不离若零工。咱吼，毋着原来爱家己发落好较周到咧，发落好较杂装咧，毋通互阿公安尼艰苦过。因为这5、6岁囡仔就会晓想啊啦。结果做老爸，逐工天天醉，毋若安尼听着因囝咧问尔，竟然对嘴甲因讲：迄哪有啥？他我连讲，恁阿公若正经目睭徛落去个，我当用草树啊甲卷卷的，用草索啊甲白白咧，甲拖来山来迄条就好啊。吼吼，这个话啊讲会出嘴。啊，做后生5、6岁尔，煞甲因老爸应讲：爸，我甲你讲，迄草索、草树啊吼，你甲阿公卷卷白白咧拖入去山内拼，倒爱搁捡转来呢。啊，草树啊拼就拼，捡转来要创啥？连讲话你若老，我原来听我甲你卷卷白白的，怎拖来山内哩？所以即句俗语话故事，民间流传真久，就是讲草索拖鞍公。草蛇拖鞍爸，有效不效拢是家己的。讲到这，国政原来想到第2句话，这句话要来甲咱提醒家庭教育环境重要性。这句若布袋戏有咧看，歌戏有咧搬，往往拢真直讲良生良子，好生百儿。国政啊，好哪会去生百儿？无敢会好某去交着男朋友？毋是啦，良生良子。就是讲有团啦，好生百儿，就是讲老爸若骁勇善战，袂出敢若好咧。百儿原来比较老爸无较输。即句俗语话咧讲诶，就是讲咱爱互囡仔一款好诶训练，一款咱想要甲栽培、甲培养诶家庭诶环境。头拄仔咧讲草蛇拖鞍公、草蛇拖鞍爸迄个故事，老爸就是无注重、无注重讲身体力行教囡仔道理诶重要性，毋则会造成即个囡仔。用这个话来堵老爸，啊！若未来你望讲这个囡仔会正人，甲人有坐徛，比较你都无较输，咱就爱体会讲良生良子，好生百儿。毋若干那讲先天的环境血统有原因，后天要培养咱的囝儿一个好的家庭的环境，互伊一个好的栽培，这个较要紧。啊，讲来到这吼，国政要阁讲，原来另外一个浪子回头的新闻。相信讲伊的囝儿逝世，因为伊的改变会真安慰。因为咱一般若咧讲答谢神因，普遍拢传水果啦、传生礼啦。毋过咱来看台中大家的镇南宫，竟然有人传灵芝、烧鸭、甲烧鸭来要拜。原来就是一个按香港来，今年56岁，腊肉店的头家李福敬先生，伊少年时爱跋到手头，餐厅随经一直收。
佛甲龙家线体，就是当伫咧留尾时，伊来甲镇南宫的妈祖婆结缘。如今人伊也重新站起来，来遮要行愿。一群人走入大甲镇南宫。 烘烘猪、烘鸭，也有烧鹅。要来向大家妈行愿的是今年56岁的李福敬，伊是专门做港式烧腊的头家，伊带店内底员工来答谢大家妈的温情。现场的信众是拢大开眼界，凭妈祖的福气，食到总铺师的好手艺。我拿到那个脆皮猪肉跟那个烤鸭，感觉怎么样？脆脆的。 油油的，香香的。今天就是马祖年年在我们店里助阵，好几个月，所以生意好起来。我们说今天聚集所有员工来答谢他。原来李福敬在咧30多年前对香港返来台湾开烧腊餐厅，迄当时靠着熬煮食的手艺，餐厅一开就是几6间。不过当时就兴跋筊，袂晓想，母甲弄鸡线体，后来甲大家妈结缘，怎甲筊盖起来？即阵东山再起，重新搁卖烧腊。会爱赌了哈，尤其一些做厨师的，对啊，也输了不少了。店的便当店啊，餐厅啊，一家开一家，一家开一家，也是赌光了。到后来的话，就是服务处的人跟我讲，不要再赌了，都开这一家，所以生意好起来了。李福敬将写信的成礼传甲有够澎湃，望妈祖食过了后，会使感受到伊的心意，也保庇伊的店愈做愈好。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我来看花莲，只有一位文化创意园区。近来因为有一部分的建筑当咧翻、当咧修理，停止对外开放。不过有真侪咧遮租家啊位的店家，本地生意就做无啊。唔知影讲当时才要搁重新搁再开放，讲起来已经拢一日停止营业了。花莲的市民听到嘛，感觉讲真可惜、真拍算呢。行去花莲市的文创园区内面，看到所有店家门拢关起来，管理单位打广告。因为园区建筑进行整修，所以对7月初1开始休业，互花莲的民众拢带一条。但是餐饮业者是讲并无意外。年底原本要在文创办活动，但是因为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可能要再另寻场地，非常的可惜。租金太高啊，对，而且现在观光有受影响，然后人潮都进不去文创里面，所以一般来讲是不会在里面想要设店啊。花莲文创园区是伫1913年起的，前身是花莲酒厂占地3.3公顷，园区内面有真侪栋历史建筑。伫2011年 ，ROT 和民间新开公司，但是最近传出因为了钱，搁再加上2026大地震了后，部分建筑受损，修缮费用搁增加业者负担。到底什么时阵会当重新营业？广告顶悬并无日期。因为合约的内容还有8年的时间，所以如果要提前解约，还有一些法律程序必须要走。那如果不解约，我认为应该还是要有一些转型不同的经营模式。立委萧美琴强调，已经协调文化部赶紧和业者处理承担的代志。文化部已经依照契约规定，启动相关检讨和协商机制。目前正在广纳各方面的意见，会伫咧3个月内提出转型方案，避免让园区变成花莲上大的网仔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讲日本本州岛中群马县甲中野县交界阿萨亚马千干山，昨日本时间暗时10:08发生小小的火山喷发，政府当局嘛有即时加强火山四边的警告，开始管制众人入山。社出公墓的这支山就是阿萨亚马。喷出火资料后，政府当局嘛将火山四边的警告按上低1级的注意提升来到3级，会开始管制入山，嘛呼吁方圆4公里的民众要开始提防火山喷出来，规大片的烧风、乌烟甲溶液。日本气象厅讲，即便喷发的头尾有20分钟久，火山的乌烟悬度超过1800公尺，风势是亚东北边，民众都要特别注意。香港一名大学生初6买电工笔，学生讲是要看天顶的星，不过也是去互警察抓起来，互香港的民众真不满。大专的天文台昨暗发起街头看天星的活动，教民众使用电工笔，有几千人来到现场声援。香港尖沙咀太空馆外边，初升暗时变作光影蓝龙饼，伸手提观测手电，现场就千人，表演者要来观星。这方面，因是要表达反送中诉求。
毋过主要是要声援被警方逮捕的大学生。有现场民众大概说，镭射笔是伫示威过程中用来区分警察甲黑社會，要来保護家己的。呢個可能係保護翻我哋自己啦，又或者係純粹我哋可能係玩嘅咋，呢個根本就唔會傷到人㗎。但係佢哋話呢樣嘢係武器咯，我覺得好無恥啊！佢哋真係。佢哋出嚟做報，計到晒咁多人，係啦。如果佢能夠係劃一做到同一樣，用同一個 standard 去面對事情嘅，咁我諗香港人唔會有咁嬲。活動是香港天文學界伫網絡發起的，驚講要教大家關心，會用這款的方式敲說警方亂抓人。是香港浸大學生會會長彭中賢伫初六食飯了後，買真濟雷射手電，所扣5個無穿社會警察盤查，所以講這是要觀察所使用的，也是講依照有藏攻擊武器的理由逮捕。針對這事件，香港警方昨日暗時召開記者會說明。點會覺得佢係傷害他人呢？近呢幾個月入邊呢，我哋好多呢個活動入邊呢，我哋好多同事係被呢啲嘅物品呢係整傷咗嘅，甚至我哋有一啲嘅錄影機咧，有啲我哋嗰啲攝錄機咧，就因為俾佢直接照射咗之後咧，佢亦都咧佢嗰個功能咧係壞咗嘅，感光嗰度壞咗嘅。警方現場示範攻擊方式，講學生所提物件唔是雷射筆，是高能量嘅雷射槍。不過有媒體質疑，警方未信審判，敢若違規提不正示範，想要影響案件調查甲審理。冇不少人佇網絡問講，罐頭雞卵攏人摕來攻擊，奈袂抓？有人質疑警方挑故意亂區分雷射槍甲雷射筆。記者綜合報道。頂禮拜美國德州的 El Paso 甲俄亥俄的戴頓這兩個城市攏發生野槍烏白彈的案件，美國總統川普初七去遐視察，兩個所在攏有民眾咧抗議講川普的言論，定咧刺激無共族群中間互相對敵，嘛要求講伊就要加強管制槍支。美國總統川普甲第一夫人梅蘭妮亞7號在空軍1號到頂禮拜發生重大槍擊案的德州埃爾帕索甲俄亥俄州達頓市查。首先，到俄亥俄州州長李懷恩甲達頓市長告定見接，只要川普前往病院探視受傷民眾。也毋過，病院外口早就組織了大約200人示威，抗議川普的反移民甲種族歧視言論，無歡迎川普來，並且要求政府加強槍械管制。I'm more than willing to have Donald Trump come visit if he's willing to do something. If not, he's not welcome here. 只要川普回到德州埃爾帕索探視，也拄到示威的民眾。家鄉佇埃爾帕索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歐洛克也佇抗議集會中發言，批評川普的受婚言論和犯罪率一直升高。We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demonizes communities like this one, who says that those from Mexico are rapists and criminals. 不過川普完全無咧注重抗議人士以俄羅警察甲醫護人員的表現。Well,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We've done some stops today. We went to Ohio, and we just left your hospital where they have done an incredible job. All over the worl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job you've done as police and as first responders. 美國過去一禮拜佇加州選頭節，德州、俄亥俄州小連續發生3件槍擊案，造成34人死亡，引起不少民眾甲民主黨人士的批評抗議。共和黨將尾也擋袂過壓力，6號提出紅旗法案，允准執法人員自由自殘，也是暴力偏向的民眾沒收槍支，並且提懸買槍支的背景審查的規範。Would allow the removal of firearms from potentially dangerous individuals and get them the mental health treatment that they need. 川普4號也公開支持這項法案，若講通過，將會是美國25年來頭一擺通過的抗槍法案。記者綜合報道。咱做伙來關心各地頭詳細氣象的溫度。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中部上低30度，上懸34度；南部上低30度，上懸34度；東部上低30度，上懸33度。感謝你收看今日的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明仔載同這個時間，咱再會。
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脚，